使用袖合对卷筒思路。发片一定要偏一点，用这种长的 U 型夹给它固定住。第一个卷呢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它的正中间。第二个卷我可以换一个方向，把它反折过去。当我这样做卷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一个低，有一个高了？它的角度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？往这边移过来，那是不是就有3个层次了？还用手指压一下，把它反折过来，用 U 型夹。再拿一个夹发片，来成我的左边，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卷，用梳子抿住发根你要的一个大小。那我们来对侧面，把后面这个头发1分为2，这边直接拉过来，给它做一个卷筒，摆在正面。这个根部先给它固定住，有一个卷筒，给它藏起来。我在江